想过吗？如果皇上知道，你会没命的。妙莲，只有你活着，我才能活着。如果你死了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驾！佳音，我爱你。驾！赵一人呢？人呢？冯妙莲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冯妙莲！你人呢？人，娘娘不见了。皇上，我是狐狸精附身了的冯昭仪，真的冯昭仪早已死了，你们不用找我。说什么鬼话！赶紧给我找人！启禀皇上！启禀皇上，发现国师和冯昭仪行踪了。召集御林军，备马！撤！应该就在那儿了。佳音，他们好像追过来了。没事，妙莲，你坐稳了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驾！撤！这对狗男女，朕抓到你们，非将你们凌迟处死！撤！撤！驾！撤！别怕，别怕，别回头！撤！你受伤了。来生我们一定会再见的，快走！我不。佳音，滚朕回宫！蠢女人，跟朕回宫！快走！走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妙莲！
这是在做梦，还是现实啊？皇帝，你还我家业！你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我家业命了！妙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家业，家业身为佛门弟子，居然勾引朕的妃子，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。你居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宝娟。